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。先来关心，这是立法院新历21特别会议，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午来到立法院拜访立法院院长游锡堃，也有朝野各党团，针对到中国武汉肺炎特别条例草案，希望大家会当到支持。做回来关心现场详细的画面。我们现在防疫最优先，而因疫情而受困，我们就是纾困，不但纾困，而且还振兴。因此，在这里面受冲击，无论是人或者是产业，我们都有相关的对应措施。未来不但在条例里面会有拨划方向跟态度，同时在预算里面都已经各方面都在整个就这方面规划。未来送出来的会很详细，也希望立法院通过后能够有效施行，一定会让受冲击的困难减到最小，让这个机会能够化危机为转机。谢谢。徐院长您好，中天新闻记者邵玉敏，想跟院长请教刚提到的几个面向，其中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是针对企业在纾困上面会有一个融资的，那有这个前提是说企业不减薪，还有就是不裁员才能够有这个优利贷款，当初设置的这个前提，你可不可以请您说明？谢谢。我谢谢。大家知道这个纾困就是要走出困境，而走出困境，我们会就各行各业受冲击的情况，希望能务实的来做出有效的纾困方式跟对应解决。因此，相关的事情在未来每一个行业的冲击的情况各有不同，所以我们都会有对应的措施。那目前我们都是一个态度，就是希望最快速有效，希望雨露均沾，各行各业都能周到周延，受到照顾。所以我们会陆续提出